粤剧《新龙门客栈》爆火出圈，新生代粤剧演员陈丽君、李云霄频登热搜，演出场次一票难求。天高望地远，进了这龙门客栈，便是老娘死了算。萍水相逢，竟出征一对才子佳人，天作之合。小生敬新郎官一杯，这一杯，老娘嘞！掀起这次粤剧复兴波澜的人，正是毛维涛。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被誉为当代粤剧第一女小生，新粤剧的一面旗帜。198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浙江小百花五朵金花之一，3度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获得者。我们那代人会崇尚切格瓦拉，你知道吗？要 revolution， 要革命，我们要去改变，总想去推翻一些东西，重建一些东西。我以前说吃着咸菜也要唱粤剧，当了团长我不能再这样说。我说唱粤剧为什么我们不能有钱买房子呀，有钱买车呀？我们要成为城市里的白领。我一直说我是一个特别分裂的人，我一方面是个女性，我一方面演男人，一方面我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能够胜任做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我从我女儿那儿知道我是个矮人。矮人，你没办法理解，已经被人误解成为我一定是个艺人对，一定是个艺人，就哇，毛维涛肯定是一个社牛，甚至啊。欢迎收看阳光保险名人面对面专访毛维涛，单枪匹马闯出路。你们自己心理节奏啊！1、2、3、4、5、6、7、8，2、2、3、4、5、6、7、8，3、2、3、4、5、6、7、8，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挺整齐的，挺不错的。你们在做的时候啊，不要那种，就是不要这样子，就是比方像这种动作的话，你就多一点点那个，就是滴答答答，那个要有一个范儿的，知道吗？你比方出来，你这个也是出来，你要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也是一个出来。你们觉得我有什么不同吗？还是有不同的，对吧？就是这个，我希望你们要有一个精气神。我们是男孩子，就当就硬朗一点。不要那种表情上面太像一个小女生的那种感觉。好，小生，中国传统戏剧角色行当之一，指的是青年男子。女小生是由女性演员扮演小生，通俗来讲就是女扮男装，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是一种独特的艺术现象。众多戏剧中，粤剧女小生最为突出。毛维涛正是粤剧界当之无愧的台柱女小生。1983年，美丽的西子湖畔，28个17、8岁的女孩子在浙江省60多个剧团、3000多个演员中，以选秀新生的姿态横空出世。首次集体亮相的新戏《舞女拜寿》，以青春时尚的风貌令人眼前一亮。诞生的著名五朵金花红遍五湖四海。姑娘，姑娘。毛维涛在《舞女拜寿》中饰演干女婿邹世龙，很多观众被这个温柔体贴的小生角色打动，一曲奉汤至今仍广为流传。亲姑娘，放心喝下这暖肚汤，这里是南京城外最家长，只为我们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代，就是我们既一方面传承那些前辈，比方说我的文系的给我打底启蒙的艺校的老师是于正飞先生的弟子，
我的武戏的，我们所谓的就是，比方说起罢走边啊，就是毯子功，是盖浇天先生的弟子陈又廷老师。然后另一方面，你又是放眼看世界，西方的东西冲击进来。我们那个年代叫文艺青年嘛，第一次跟何赛飞两人去看《廊桥遗梦》，看完回来两人睡不着觉了，在宿舍里。我们粤剧要是演这样的戏就好了。最早我们80年代看过高行健的《绝对信号》，林兆华的导演，北京人艺所有的剧，我几乎就是只要再到北京，就是奔向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去看戏。对，我把粤剧、把女小生、把中国传统戏剧，我是等同于这样的先锋的话剧的。艺术水准非常高的，就是视野。那个年代的文艺复兴的视野，让我们这一代戏曲人不一样，带有先锋的、叛逆的，就是总想去推翻一些东西，重建一些东西。毛维涛形容自己是粤剧这座老宅里的长女，她的名字也一直离不开创新与变革。她打破粤剧倜傥小生的传统形象，剃去满头青丝，演起了穷酸潦倒的孔乙己。他跨界影视，出演《东方不败》，被金庸先生评价为最具艺术性的东方不败。烈弟，我爱你。我对这个角色我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可以在我的演艺生涯里，可能是从女小生的角度，我可以去演一个不同于林青霞版的，不同于其他的东方不败版的，或者男演员去演会是怎么样？我想我的角度会非常独特，所以我愿意去挑战和尝试。但是我有一点，我非常清醒，因为影视剧这把剪刀不在你手上，就是我不知道导演到最后会把你剪成一个什么样子，尤其是我的这个角色后期。导演问过我，毛维涛，你想不想自己配音？因为我说我普通话不行，我南方普通话不标准。我说我想请冯宪珍老师帮我配音，可以吗？因为他语言功底扎实，声音是属于那种女中音的声音，他一定会能够给我加分。但是没想到后来他们找了一位男演员，这个有点遗憾，留了一个遗憾。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我不知道我这个角色是什么样？因为我跟舞台上的体验完全不一样，没有掌控性了。对，在舞台上你一气呵成，当你排练差不多，我们叫合成彩排上台之后，这个桥段观众会非常喜欢，哪段唱腔可能会流出去，哪一段戏可以成为折子戏，自己完全在掌控之中，那种一气呵成的表达。让我有点上瘾，只是我的载体是讲方言的，是一个女人去在台上演男人的。同样就像作家手中的笔、画家手中的笔一样，每个人都要用一个自己的有能力去驾驭的一个方式去表达你对生命、你对世界、你对社会、你的感官的认知，总要有一个出口去表达的。然后我就是自己选择了这一个，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被这样的一种美，这样的一种艺术载体的美，自己会陶醉。戏迷朋友，我的或者周边非常熟的那些闺蜜朋友们就说毛维涛特别自恋啊，自己化完妆之后就会照着镜子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帅呢？我怎么这么帅啊？哎呀，出去把他们一群人帅醒啊！”你会在中间获得你自己的那种成就感、愉悦感、享受。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必须干一件事情，如果苦哈哈的还不能享受的话，你怎么能坚持得下去呢？毛维涛在小百花越剧团先后担任7年演员队队长、7年业务副团长。时间进入1990年代，戏曲行业不景气，许多剧团到乡下寻找市场。毛维涛开始意识到越剧消亡的危机。1999年，毛维涛临危受命，开始担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
我是在97、98年我自己离开小百花做了工作室，但是关系还在小百花。那个时候顾伯伯问我你为什么要去做工作室，我说顾伯伯，我在这儿3年轮到一个戏，演出市场每天就是背着包下农村。我说我不是不喜欢下农村，厌倦下农村，但是我说我们从嵊州乡下经过100年的历史，前辈们的努力，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都市的一个剧院的一个样式的时候，我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又回去了。我当时说了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我说那我们卷铺盖滚蛋回嵊州去好了，又回到发源地去好了。所以当我当了团长以后，我就要思考。我以前说我们吃着咸菜也要唱粤剧，当了团长我不能再这样说。我说唱粤剧为什么我们不能有钱买房子呀，有钱买车呀？我们要成为城市里的白领，足可以让自己富足的生活在这个时代，才能唱好戏。我身边有一些年轻人，我问他们，爱一个行业，爱一个单位，对你们来说，你们有什么样的诉求呢？他说毛老师，我们有3点。第一点，我在这个环境里我快乐吗？第二点，我在这个环境里我有没有前途？第3点，我能不能涨工资？很实际，很实际。所以我就觉得，当我当了团长以后，我要让这个团怎么能够让艺术，今天叫变现啊，那个时候我说我们要艺术和商业商品，让艺术变成商品，要让它能够有票房。您用了什么方法？基本上靠我自己的资源刷脸吧。因为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然后浙江人真的是爱粤剧。我那个时候几乎就是每一次排戏，除了财政的支持之外，我一定要去想尽一切办法。有的是通过领导介绍，有的是我自己找上门去。财政补贴可能就200-300万，那根本就不够的。像《梁祝》，你看就200万，那怎么办啊？哎，我那时候正好有机会认识了利群烟厂的厂长，非常喜欢粤剧，我就说，这个厂长能不能支持我们排一个100年粤剧嘛，排一个《梁祝》？他说我们不能打广告的，我们烟草不能做广告的。我说我看到你们那个 slogan 跟我们很像啊，叫什么？带着心灵去旅行。哎，我说我们这么有诗意的烟草广告。对对，然后我说我们就把你这次广告词放在我们这儿，我们就是用《梁祝》，我们插上商语，带着心灵去旅行，一下子就勾兑上了，然后他们就也给了我们200万的支持，也就是说拿了400万排了一个作品。欢迎收看阳光保险名人面对面专访毛维涛，单枪匹马闯出路。粤剧1906年起源于浙江嵊县的穷乡僻壤间。上世纪20年代初，第一粤剧女班成立，北上进入上海发展。40年代，随着城市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女戏迷大批涌现。粤剧女班带着女性自我解放的时代强音，在群英荟萃的大上海站住了脚。早在1947年，袁雪芬、尹桂芳等当年上海滩最红的粤剧十姐妹联袂演出《山河恋》，希望以此众筹建起一座粤剧场。由于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钱最终未能筹够，粤剧场不了了之。我们前辈们也想做剧场，十姐妹的来历就是为了拿资金盖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粤剧演出的剧场。用袁老师的话来说，我们为什么整天要演小寡妇哭坟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演文天祥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演这个祥林嫂呢？浙江的女子啊，都有点秋瑾式的那种侠义之气啊。
我可能也有点儿吧。有的。我祖籍绍兴人，没准会有一点儿。梅兰芳先生曾经也想盖一个剧场。齐庐山当时49年到了台湾，然后60大寿，梅兰芳先生给他发电报祝贺，齐庐山先生给他回信，就说我们曾经相约要做3件事儿。第一件事是世界巡演，欧美巡演他们做到了。第二件事情要办一个属于京剧的剧场，再办一个属于京剧的学校，就像大学一样的京剧学校。我当时看到这些消息，我心中内心我就有一点窃喜。哎，毛维涛，你很了不起啊！你的想法跟前辈们都是契合的。当你看到了百老汇，看到了伦敦西区，看到了日本的宝冢，都有自己的专属剧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不再是我们那些戏班子跑码头走江湖了，我们得有自己的旗舰店，我们得有自己的演出场所。那个时候刚刚起来，高速公路主要演员都得去一线去慰问那些高速公路的这些指挥部啊、工人啊，常常会去，所以跟他们混得很熟。那时候我就跟指挥部的领导说：“哎，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能不能给我们做一做宣传啊？”“好啊，毛毛你要来做，我们就收个成本费给你们。”但是我说我在高速公路上面，我打广告打什么？我不知道我后面的演出在哪里，我不知道后面的演出什么时间。我光打一个小百花，那个时候也没互联网，你要查到哪儿去查去，你没有信息量，你这个广告是没有效益的，没有时效的。所以那个时候坚定的，我就觉得我们要有一个现在曙光路59号。浙江省，你看这个剧场02年开始立项的，中间因为拆迁、因为资金等等，整整18年，到19年才正式对外开张，又立马就疫情了。到了21年，当时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能做成，这不是我的能量，是祖师爷在支持你，是老天爷在支持你。特别是您刚刚跟我说你每一个剧出来的时候，你肯定都要去找一些赞助，然后和这些民营企业家去沟通。我在想，这是您的个性吗？就是您会愿意去做这样的社交吗？还是不得而为之？我从我女儿那儿知道我是个矮人。哦，矮人。你没办法理解，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人，但是可能因为太热爱。太想把这个自己热爱的这份工作、这个事业做好，逼得已经被人误解成为我一定是个艺人啊，对，一定是个艺人，就哇，毛维涛肯定是一个社牛，甚至啊。还有另外的一个，是不是和您一直从事小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有关？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常年的演小生之后，它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因为你要去揣摩你演的那个男性角色，男性性别、女性确实思维方式、认知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女人承担着生育，所以她必须有母爱，她有更宽阔的容忍的、忍耐的能力，这是男人所企及不到的。我可以为女儿可以付出一切，你们无法想象。我女儿住校的时候，我跟女儿说：“女儿啊，你要记住啊，你妈都50多了，爬到上铺给你挂蚊帐，你知道吗？”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老师要让他们写一篇妈妈。啊，我要哭了。我当时看的，我就在办公室里泪流满面。我女儿说，站在3楼的走廊里下课的时候，我明知道妈妈肯定不会来接我，但是我还是要看向大门，我希望妈妈在那儿。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啊，我好不称职啊。所以我一直说我是一个特别分裂的人，一个矛盾的人。我一方面是个女性，我一方面演男人，一方面我要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尽可能的
能够胜任做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当你在这样的时候，你再去演这些男性的时候，确实可能你会更坚韧，你的内心会更强大，对任何事情你会多一分容忍。甚至我有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悲悯，我不会觉得这个人在欺负我，或者说这个人在伤害我，我反倒觉得挺可怜的，他为什么要这样？2018年，毛维涛卸任做了18年的小百花越剧团团长，以离港创业的身份任职百越文创公司董事长。许多人笑他傻，放着体制内有保障的康庄大道不走，却选择一条充满未知和挑战的崎岖之路。许多人也不理解，毛维涛下海经商当企业家了。我以前当团长，我们叫双肩挑，我一方面当演员，我一方面当团长。我的上级主管部门，我有困难，我可以去找文化厅。同时我也可以去做好自己的市场。但是我这个时候，我的职能部门是谁？我就打上一个问号，我在给谁工作？甚至可笑到就是要把我的公积金都转到百越文创来的时候，我用了一个词儿，我愤怒了。我就给我们省委书记写了封信，我希望明确，我这件事情之前如果不对的，当时你们为什么政府要派我去做这件事情？找到了一个叫离港创业。如果说是对的话，为什么今天把百越文创、把小百花剧场跟小百花这个团割裂了？但是我依然要让它活下去。所以这个3年，大部分这些民营机构、文化民营机构、一些小的演出场所几乎都破产倒闭的时候，我们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就是疫情一过，2023年还出了个爆款，我只有一个现象可以解释，真的，我的坚持，我的付出，我的隐忍，我的忍辱负重，感动了祖师爷。2023年，越剧《新龙门客栈》火了。就是龙门客栈呐！自2023年3月开演以来，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网络热潮不断。大漠不行，一并天。然而，这场泼天的富贵给毛维涛带来的是忧虑。新龙门客栈火了，越剧乃至戏曲就真的火了吗？这种火能持续多久？网上的流行语言就是叫破天的富贵啊，就是突然掉下来了，能不能接得住？我挺恐慌的，似乎我们这个行业都还没准备好。剧团有没有说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一个充分的、客观的、理性的一个认知？军销2个演员，他们能够在观众当中今天的那种认可破圈，是得益于他们自己的专业。流量下来就是很现实嘛，趁着流量赶紧兑现变现啊，日夜场的去演出。好在我现在感觉他们俩还是冷静的，还是清醒的，没有迷失自己啊。我希望他们不要迷失自己。陈丽君破天的流量下来的时候已经32岁了，我是23岁，我第一次拿梅花奖。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那样的媒体下肯定也是轰炸性的，刚刚也是改革开放，也有很多不少的这种商业的代言，就像今天无外乎是互联网时代更加的疯狂一些。我就跟君聊过一次，我说君，流量以我的经验来看，可能1年长一点2年它就过去了。艺术是永恒的，自己心中要有一个巨大的定力，让自己能够知道
今天只是这样一个现象，陈丽君将来要走哪条路，我将来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这是要靠自己去把握的。我们在思考这些创作的时候，是奔赴着这个古老的剧种在当下的存在，在当下有没有能力再去打动当下的观众。年轻的一代演员要给他们打造什么样的作品，让他们能够真正把这些流量的粉丝们不了解越剧的，让他们看到，就是说女子越剧的这一门美学，这一门艺术，真正吸引到他们，能留下多少人来，这才是我现在在思考的。为了繁荣戏曲艺术，设立一个梅花奖，迎来了绚丽的年代。我要证明我自己，我要夺梅花奖。不想夺梅花奖的演员不是好演员。因为每个演员心目中都有梦想嘛，毕竟那是我们戏剧界的一个最高奖。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奖。我已经角逐过一次，再角逐一次又有何妨？卸掉自身的那个盔甲，就完全以你自己的灵魂和肉身和这个角色融在一起。对，我们是不是要戴口罩？成功，顺利成功，没问题。我们就下面了。学生们来吗？今天你放心吧，你别管那也在的，都在啊，叔叔他们也都在。你管你上面，好。还有5分钟。5分钟准备啊。天地玄我的体现，我自己感觉才达到30分。2021年国庆前夕，召见中西戏剧对话活动在浙江蝴蝶剧院如期举行。疫情下，无法走出国门的艺术家们只能线上沟通，原定的现场演出也改为播放视频。这也剪过的了。对。谁过人的望啊望，别人这个。就生苦难。半年前，越剧女小生毛维涛与导演李六乙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排演越剧版《俄狄浦斯王》。撰写剧本、搭配音乐后，他们只剩2周的排练时间。紧张的排练下，剪辑导演丽丽只能来到蝴蝶剧院，趁着排练间隙与毛维涛沟通唱词的剪辑。因室外拍摄有不确定性，他们决定先保留室内版本。和丽丽沟通后，毛维涛又赶回排练厅，为2天后在良渚的拍摄做最后的准备。这次不是常规演出，它是线上的一个外事交流项目，多未知的东西，所以我就压力特别大。我一个外景的拍摄，就跟在棚里拍摄的节奏感觉不一样，只能现场
见招拆招，不可测性就很大嘛，就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你是无法预测的。1906年，为了讨口饭吃，说书艺人在嵊州东王村的草台上唱了起来。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次偶然的落地唱书，成就了5大剧种之一的越剧。浙江的嵊州，越剧的诞生地，顺着那个陕西，就这么一路唱到上海。我有义不容辞的要对这个剧种未来就是我能做点什么。百年越剧到我们这一代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如果要想走下去，我们必须知道前面的100年前人留给你们什么，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填补的。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责任，如果说我们不做了，那新的一代可能就连宗师们见都没见过。那我们毕竟还是看过宗师们的演出，所以我一方面要出戏，一方面还要出人，要培养一代一代的接班人，这个是必须的。不管你怎么样做，你现在这样做是为了更好的去做。出生在浙江桐乡，母亲是当地电影院的会计。年幼的毛维涛常常趁着给母亲送饭的间隙溜进放映厅。1977年，高考失利的他凭借电影《红楼梦》中的一段唱词考入桐乡县越剧团，登上他梦想的舞台。两个就解掉。他是张文元，小百花越剧团的舞台监督。感到有点小气了。好，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我们还是要沉下心来，想办法怎么去传承。像我们当年的越剧萌芽在嵊州，发展在上海，没有他们这些老前辈到上海去发展，哪有我们现在的越剧？83年进小百花学训班的时候，大家都年轻嘛，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我没离开过这个小百花越剧团，马老师也没离开过。1982年，应香港邀请，浙江在全省3000多名演员中挑选出28人，经过1年的训练后，组成小百花赴港演出团。爆火的演出让毛维涛和其他4位演员成为新一代5朵金花。83年，我第一次到香港去演出。80年代我们演出费几千块，我就觉得哎呦，我富婆啊！现在我去书店，突然发现了一个宝贝啊，就所有的我们从来没看到过的这么大的那种卡带啊，梅兰芳的、周信芳的、红线女的，哎呦，这所有的这些我们当年50年代、60年代拍的这种艺术电影啊，全部都在。我就哗一个纸箱子把老板的兜底货全买走了。带回来之后，我就在家里就看啊，我就觉得那些传统的东西太好了，所以还是要看。小狗班上不服云当后山府。年轻的小歌班在上海3进3出，借鉴京剧、昆曲之长，不断创新后，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绍兴文戏。100年后，毛维涛和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将越剧与希腊古典戏剧结合，再一次大胆创新。早了一点点，这个转2圈的东西最好是能有。公元前431年，索福克勒斯将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搬上舞台。几千年过去，这部探寻命运悲剧的作品仍被人们讨论着。为什么这次的创作会和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去合作？因为成立了一个越剧研究院，对越剧未来的发展进行研究的时候，中国和希腊2国的古文明之间的戏剧的对话，我们一定要保持它里头的核心不变，但是表达肯定要与时俱进，要跟今天人对音乐的听觉审美吻合。俄狄浦斯王首个越剧研究院的研究话题，这个定位站在一个历史的、今天的和未来的视野上来看，未来的越剧是什么样，过去越剧是什么样，它跟古老的2000多年的古文明的古希腊戏剧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可能去嫁接、去融合？
如今，被誉为古希腊3大悲剧之一的《俄狄浦斯王》，仍以不同形式在世界各地上演。中国戏曲第一次在这么一个场地演出，2个文明的对话实现了。所以说我坚持在室外，在良渚文化遗址上面演出。那个遗址5300年前本来就是一个祭坛，古希腊的悲剧也应该发生在一种祭祀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个无形当中的这种文化的对应，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8年前，李六乙执导的话剧版《俄狄浦斯王》公演。其实早在1985年，国内便第一次排演了这部戏。同年，25岁的毛维涛通过尹派唱腔塑造了汉宫院中刘询一角，并以魁首的成绩获得第2届梅花奖。越剧呢分女子越剧和男女合演。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是一个纯粹的女子剧团，也就是说，所有男性形象都是由女性来扮演的。这个现象就是中国传统艺术当中非常典型的钱旦昆生。毛维涛呢就是一个昆生。女孩演男孩，在越剧里边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因为越剧它本身江南文化的这种柔美温婉，觉得女孩子演男孩可能更符合那个美学哈。一个完美，若无夫子来苏醒，夫亦早宴情意深。获得梅花奖后的10年，在戏剧市场极不景气的情况下，毛维涛凭借独创的诗化越剧拿遍了戏剧界所有奖项。1994年，更是凭借《西厢记》《陆游与唐婉》2部作品，成为第1个获得2度梅的戏曲演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演员们纷纷出走另谋生计。到现在，28人的初代小百花仍在团里表演越剧的不到5人。年轻的毛维涛也曾转行拍电视剧当主持人。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以团长的身份回到小百花越剧团。他原来当了18年的小百花团长，他总想突破，就一个剧团有自己的剧场，然后说在这个剧场里搞创作。18年后，在众人的不解中，毛维涛辞去小百花越剧团团长的职务，出任百越文创 CEO。60岁的他成了最强打工人。我要下海的话，很多年前，上个世纪就可以找一个盈利最大的产业去做生意。我开玩笑说，好，本人当了董事长，现在一切以盈利为目的啊。但是到这个时间，我的这个年龄，我没必要做这个艰难的文创。何况我觉得自己是搞表演的，我是搞艺术的，所以今天尽管有这个董事长的身份，我依然自己还是个演员。从希腊到良渚，中国越剧纯粹戏曲，是第1女小生。我非要剃个光头走来走去。从坚守到突围，是不是毛维涛呢？还是毛维涛？是不是女小生呢？还是女小生？更是时代破局者。抛去性别，女孩演男孩，经历100年芳华，顺着陕西唱到上海，探寻千年对话，2个文明的对话而实现。人生一甲子，我依然还是个演员。27号凌晨6点，毛维涛一行准时来到良渚。他们计划用1天的时间在祭坛上拍摄一场纯粹戏剧。毛维涛和李六乙提出了一个 slogan： 中国越剧纯粹戏曲。
以前我们看到粤剧，它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营养，包括昆曲啊、话剧啊、黄梅戏，甚至电影、电视的造型和灯光，实现了粤剧跟其他剧种不一样的舞台景观。它是很华丽的。但这一次呢，在《俄狄浦斯王》褪去了所有的从小歌班开始几十年这个不断加上那种造型和那种戏曲的元素。好了。让他们赶紧从头开始。我理解的纯粹戏剧就是回到最本质的东西，我连装扮都放弃了，我没有勒头，我没有戴小生的帽子，我只是有一双靴子，有件披肩。开始，放弃一切装扮性，脚踩5000年的文化，回归到四功五法。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个舞台，你在那儿是一个祭奠。有个瞬间我词儿唱错什么，我也自己就反正背着声无所谓，完了也拍不到我。其实我那时候真有一种就是说精华之气，好多调度都是我即兴发挥出来的。这个时候没有光驱，你随便走到哪里都可以，所以我也就没有征得导演的同意，我就自己就开始走了，就是完全即兴的吧。后来导演说非常好，就这样子很好，所以我理解他所谓的纯粹戏剧，就是说不再是有女子越剧的标示，毛维涛是化妆是化成这样的帅气的俊朗的，所有的这些外部的东西都放弃了，就留下的就是本质。这个人是不是毛维涛呢？还是毛维涛？是不是女小生呢？还是女小生？但不再是那一个。就刚才甩衣服那个地方，有镜，就甩衣服的镜，侧面的，正面没有镜，侧面有镜的这个，因为它那个节奏。晚上6点，《俄狄浦斯王》在良渚千年祭坛的拍摄顺利结束。通过粤剧，两大文明古国的历史似乎在这一刻交汇。反正我们也听不见。来听了吗？好。毛毛从艺那么多年来，面对的对手都是女性，只有1998年，当时的毛维涛戏剧工作室和男女合演的浙江粤剧团合作，做了《孔乙己》。毛维涛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真正要面对身高1.8米的男演员。二小生千字里。1998年，根据小说《孔乙己》和《药》改编的粤剧版《孔乙己》公演，演出中毛维涛非同以往的造型却引起非议。毛毛演孔乙己的时候剃了一个光头很时髦的牛仔，那个钉子靴，戴着不对称的耳环，你可以想想有多时髦。照他自己的话形容，为了引起大众的关注，我非要剃个光头走来走去。时隔半个世纪，鲁迅的作品再一次被搬到粤剧的舞台上，从《祥林嫂》到《孔乙己》，50多年前引领粤剧改革的袁雪芬成为一代宗师。与袁雪芬被记子弹和泼粪相比，观看《孔乙己》的观众理智了很多。我们在上海美琪大剧院演《孔乙己》，一个资深戏迷，他买了3天最好的座，但是就是不满意的在大厅里面骂了3天，就说郭晓楠把毛维涛给弄坏了，那么好听的尹派的唱腔听不到了。什么是粤剧呢？粤剧有流派唱腔，我该死，就这一句唱腔就是尹派里最代表的弦下调里的一曲起调，还是粤剧，它只不过是它的力量表达不一样。几十年间，在老一辈戏迷眼里，大胆革新的毛维涛将粤剧改得面目全非，但一批年轻人却因为好奇走进剧院。好奇是最好的老师，他会让你愿意去接近。人是不会爱上你完全不熟悉的东西的，你可能会因为陌生乍一下喜欢他，但是你要真正的爱他，他是需要有内在的东西的。为了让年轻人了解粤剧，毛维涛上综艺，与游戏合作，制作周边，将千年梁祝用作 IP， 不断破圈。你说我们地方戏吧，就圈在杭州或者圈在浙江，再大一点吧，就江浙沪吧，你再大一点就很难了。但如果说他通过游戏，让所有玩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这么优秀的剧种，有粤剧，那么这个传播面就更广了。梁祝还是一个很美丽的外交使者，
这是出访演出最多的一个剧目。就西德和东德还没有合并的时候，去过西德，也去过东德。像袁雪峰老师他们都去过苏联，特别是变成了小提琴协奏曲以后，反哺给越剧。2007年，顶着不被看好的风险，新版《梁祝》售票公演。2021年，更是作为首部戏曲电影走进戛纳。而半个世纪前，周恩来将袁雪芬、范瑞娟版《梁祝》带到日内瓦，向西方展现了东方越剧独特的魅力。就像袁雪芬老师所说的，你戏不创新，音乐不创新，舞美不创新，怎么让人家来看你？还是一桌而已啊，没意义。就是说他在怎么每拍一本戏，他都要创作出这种新的东西来让人家认可。这是其实是对艺术家来讲，创作是绝对是很痛苦的。特意编排设计的扇子舞，重新编曲的《梁祝》音乐，以及最后一幕哭坟化蝶，贴合现代话剧式的表演，这些都成了戏迷们谈论的焦点。毛毛他也是唯一的那个越剧界获梅花大奖的得主。梅花大奖就是因为是那个新版《梁祝》这个角色。第23届梅花奖备受争议的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得梅花大奖。毛维涛成为第1位拿到3次梅花奖的越剧演员，那一年他45岁。我们测了一下，刚才我们用那个不是你再怎么测好了，就是你要加上我们的人嘛，加上我们的人的话，你至少是在蓝色的上面了嘛。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毛维涛赶到活动现场，照片的摆放、视频的播放，甚至是走台。作为剧场负责人，每一个细节他都会反复设计调整。其实坦白讲，现在完全企业化的身份，跟我当初设想的或者说规划好的，它是有巨大的落差的。我担任了小百花18年团长，在团长工作期间，中国传统戏剧院团的窘迫现象，我是最有体会的。我大概在10多年前，就是接了团长这个工作之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才向省人民政府争取到这块地，盖了这个剧场，组织上文旅厅派你出来经营小百花也参股的百越文创小百花越剧场。2013年，选在旧址的小百花越剧场开始动工。20多年前，在戏剧市场的低谷期，毛维涛便提出了前店后厂的理念。他要把越剧这个事情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就是有剧场，有创作中心，能够创作所有的戏在这个地方驻场演出，让小百花不需要这么辛苦的去到外面去演出，然后他可以提升他所有的越剧在这个地方就像生产产品一样。一个剧本出来，再排一个剧本，就是他是一个想法，就驻场演出，让演员就是在自己的剧场里长演不衰。这个就是老艺术家袁雪芬他们一直有个梦想，就要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越剧剧场。1946年，越剧10姐妹一演《山河恋》，只为创办自己的越剧剧院。时隔70多年，作为尹桂芳的传人，毛维涛让先辈们的理念变成现实。红姐，你去吗？一起过去吧。你还要跟他们对一下是吧？好的，我一会儿去补一点声音。好，那就先这样。哎，好嘞。那我们明天见啊，明天见。哎，好嘞。连续4天的大熬夜，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点的外卖也是变冷了才想起来吃。丽丽甚至没有时间和我们多聊上一会儿，就继续着她的工作。现在可能有点着急，因为11点钟就要拿给毛老师。杨老师，您看这样可以吗？就是我拉一下您跟徐老师团队这个剪辑导演的一个群，然后把我们这边的人也拉进去，然后我们在群里沟通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不等毛老师来了再说吧，看看他有没有意见。他觉得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就算了。杨柳，毛老师，不好意思，
来晚了，咖啡买来给你们的，杨柳。哦，好，谢谢。画面的剪切，声音的衔接，每一个细节，毛维涛都会亲自过问。2天时间，20分钟的视频片段，他们已经改过5遍了。快把我带走！快把我带到主业的荒芜！这慢了，再来一遍。求你们，快把我带走！快把我放入无业的这个往前一点是吧？哎，要不然荒芜，啪转身。不行就反复。反复啊。对。哎呀，天哪，累死了，什么都得想到。凌晨2点，毛维涛完成了录制。这样连轴转的工作模式，他已经非常习惯。一杯咖啡足以让60岁的他满血复活。其实他一个演员上场，他是要有很好的精力的。他有的时候如果说是事务太忙，晚上没睡好觉，就会影响他工作。在古代希腊，演员都是由男性来担任，这一点呢与我们中国传统戏曲的前旦相似。但是与古希腊戏剧不同的是，我们还有昆声。现在我们将播放由毛维涛女士最新创作的女子越剧版《俄狄浦斯王》视频片段，请播放视频。最终，2主版越剧《俄狄浦斯王》在蝴蝶剧院顺利播出。剪辑后的视频虽然只有20分钟，但作为越剧的破局者、领军人，毛维涛更希望通过这20分钟向世界展示中国越剧的独特魅力。这次的这个尝试其实对我来说挺有价值的，挺有意义的啊，就是然后对越剧来说也挺有价值、挺有意义的。这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儿，而且是你自己喜欢的事儿，那就是太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喜欢，所以不断探索。活动结束后，直到深夜，毛维涛才结束与媒体的采访。我要问新年好了，已经，已经12点整了，现在。国庆节